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景哦。欢迎收看下礼拜的客家新闻插枝。节目一开始，先来关心环境问题。花莲县无焚化炉，一路以来垃圾都是送到宜兰地侧来收。花莲县政府在吉安乡光华村前面一带一片地，计划爱设北起5乡市的垃圾转运站，来解决督导焚化炉年度维修。如果唔得，也是垃圾量太多，少唔起的时间。垃圾抢时代替天下的问题，我长期爱批亚嘅垃圾暗碰触的环境，高热烈嘅光华村民就出来反对，真系吃救费，抗议政府唔公开先比所谓高层，县政府未讲，冇得到村民的了解金钱，唔会去转运站。属地对生才会干垃圾分工作时，两位系吉安乡垃圾转运站，就在光华5街跟华城路的路底那一边。那一个早期在94年的时候是一个垃圾掩埋场，当初我们也是极力反对。是系今年冇上到嘅系垃圾掩埋场使用梯度嘅个后，唔系唔用咧，系单位对垃圾一定要再出去。结束的时候，我们2年半的时候，我们在跟乡公所讲的时候，他说还有扣打，还没掩埋完啊。种种问题啊，就跟你讲一堆啦，就一直使用，一直使用，一直使用，一使用到102年、103年左右，就自动转成所谓的垃圾转运站，那更惨，就是露天啊。都冇办啊，都睇到冇辦法啦，抗議啊，佢又冇插啊，我硬水攏咁多啊，當杯啊多，貴啊，一啲一個總條，貴啊總條，一天一個米多。垃圾转运站呢种头最规模200公尺，这边头创业批量成为批到偏热，转进动干苦。而且人口数少，所以我们以前的邻避设施都在光华。你看，我们先后设了3个掩埋场。那流浪狗收容中心、污水处理厂，通通在光华。花莲县冇焚化炉，就住北起5乡市，包含线上小店花莲市嘅安少風嘅垃圾，都會送去宜蘭地拆焚化爐來收。國家南起嘅垃圾掩埋場自己冇用咧，福利就係落水嘅垃圾，也會再到花蓮冇從宜蘭。花蓮縣環保局統計，有啲鄉鎮當日嘅垃圾量提升到220噸。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垃圾转运出去，可是又碍于说，偶尔的风灾哈，或者是天然灾害那个路段呐，还有再来就是焚化炉的岁修期间，那垃圾降载可以过去运送到外县市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垃圾就会有一个堆置的问题。其中，吉安乡老花莲市嘅垃圾量強太貴嘅花蓮縣嘅800安多，人均補助規劃為吉安鄉光華村10起5鄉市嘅垃圾轉運站，來解決垃圾搶水表嘅維修，韓國對地天下嘅問題。暂时存放之后运走的时候，其实都有一些时日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这样子的，然后都垃圾差不多有些时候发酵了，在在集中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恶臭。设法规划了一个密闭式的仓储设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还加了负压。你个臭气啊，没办法完全抽光，你抽光，你要排到天空还是会臭味啊，所以不可能啦。东华大桥口再来一个垃圾转运站，那是更恐怖的事情。因为5乡镇集合5乡镇一天130万吨的垃圾，保证不外溢，保证不污染，这感觉是天方夜谭。1乡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吉安转运站，这个恶臭它没办法处理，但是它做5乡镇的时候，它可以做到没有臭味，我们就无法理解的啊。當垃圾向南運，集中地基安過後，再高送到宜蘭去，也係向前沒誤解嘅事情。如果是在這邊得到村民的支持，然後政府我們也都照着規劃的話，最北的新秀，然後這2個鄉鎮呢，那就不用再運過來，因為他們垃圾其實產生量沒有很多哈，他們用1台壓縮車就可以了。他送的計劃都可以隨便講的。他送給行政院的計劃是北區區域
计划书上面写的，在环保署公开资料上面写的是新城、秀林、花莲市、吉安乡寿丰村，那我们到底相信谁啊？我们是相信环保署上面的你送的资料呢，还是你嘴巴讲的？组织村民军内协会反对倒台。我们反对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要规避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一个公民责任，大家都要制造垃圾，我们也知道说垃圾是大家的问题，但是县政府必须要公平、公开、透明的方式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决策选在我们光华村的。他们原本设定预定是在这个国府里，结果后来选择在这个光华村 A 点到 B 点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经过在地的居民的同意，或者是说你应该要做资讯公开？光华村人口大概就2000，台中州事故只系啱啱出緊處理。村民認為，ran政府應該確實做到民主地勤統治權。他應該就走這原基法，有智商權益的同意權，告訴原住民，大家來把這個事情是不是合法，同意不同意，大家來商討。那這邊是阿都蘭部落，所以呢，阿都蘭部落居然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，已經有這個垃圾轉運站了哈。所以我希望就是說，知情同意的部分，它應該要踐行。如果居民不同意，你接下來的程序不應該要走。因為有些事情我們還在做調查。地質調查，然後一些監測，這部分它說不定不可能會不會通過，我們不知道，因為那些調查如果有一些困難或者是不適合，那所以這個溝通我們並不是說一開始我要選就要跟你溝，而是這調查都還沒有通過，所以目前還沒有定案。是還沒有定案，已經定了啊，他一直在開環評說議也在這邊啊，那公告也是在我們這邊啊，他一直在說。沒有，但是所有的動作都是要設在我們這邊，很奇怪啦。北區50鄉鎮的轉運站，那如果要集中在整個一個鄉鎮來轉運，那最好的地方當然是往北移。如果5鄉鎮垃圾轉運站沒有定案，沒有解決的方案跟配套，我們吉安鄉公所的轉運站的問題永遠就留存在這裡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，也沒有辦法來作為更具體的改善。香港首希望用迷茫式嘅方式來處理5鄉市轉運站，為解決吉安轉運站歷史對立天下嘅問題。實也講為老鄉堅持向下，老嘅田鐵留俾鄉民，客家花蓮用兩錯父母內繞，讓政府也當地嘅考慮，用特色去代替部分嘅父母內繞嘅人料，後來解決人民嘅特色問題，兩下也當地嘅評估看做嘅麼？光華村民長期認為特色當辦路，讓鄉道生活品質。垃圾危機運用嘅解決，對先繞之時其他人士分法路來處理垃圾嘅發電人來講，壓力確實動態。